以前我認為幸福係必然嘅，原來幸福係要親手創造嘅。新一年為你嘅家居同埋你身處環境下一個正面嘅定義，你定義呢個地方係幸福就幸福，定義呢個位置係幸運嘅就幸運。原來呢啲咁嘅字眼呢，真係會影響身處每一個角落，會帶嚟正面嘅影響，為人明光，令到身處嘅環境更加正面，咁就負能量就會走啦。咁我喺度祝大家新年馬到功成，馬上健康，馬上有錢，馬上脫單，心想事成，要乜就有乜。